为托囡仔体验过中秋的气氛，婚姻关社会关怀协会一般拢会伫中秋的时办项外活动。因为今年因为疫情袂使办，因为安尼协会特别邀请烘焙师甲学生安怎做往来酥甲趣味的八油的活动。 甲往来鸭做好，对老师的指导，学生欢喜来做往来酥。因为大部分的囡仔拢是头一摆体验，所以大家拢感觉真欢喜、真趣味，嘛真期待使赶紧食到家己做的往来酥。因为只有做过面包，没有做过这种凤梨酥什么的，很好玩哎。你做几颗？很多颗，算不清。 做往来酥的活动，协会邀请2位老师来指导，除了基本的材料费，无收任何的费用。因为家己的功夫是对别个善心单位学到的，希望会当来回馈社会。我们准备了150个凤梨酥给小朋友，然后还准备了一些文旦，让小朋友带回家过中秋节。 在中秋的连续假期，有真侪弱势家庭的家长在上班，协会嘛专工举办这摆的活动，不管是体验安怎做往来酥，或者是爬油的比赛，拢希望让所有的囡仔会当过快乐的中秋。就是做月饼、做凤梨酥，然后晚上回家可以跟家人一起做分享这样子。 透过这摆的活动，婚姻关社会关怀协会这个有真侪囡仔的大家庭，嘛希望为大家创造一个快乐过难忘的记忆。